后来继续来看南投德山的指南宫，每一年的元旦拢会发钱母，以往有真侪民众拢会提前1、2天去排队。但是今年因为疫情加上有寒流，庙方无希望民众提前来排队，进前就宣布讲，只要元旦当天的早起8点到11点，有伫咧排队的队伍内底，就会当摕到钱母。也毋过早起一透早，也是有民众赶着行李，冒着风寒来排队。 南投德山指南宫前路边已经规排椅啊，有民众呢穿有够高来这里排列，有人伫耍手机啊，有人伫补眠，因挂秋笼、穿羽袜，还佫有架一领被，因为真正是有够寒。这个民众坚持要排列，有人连텐도布棚都准备好啊，只为着要摕钱母。就热血，心情觉得放松就不会那么冷。 因大部分不是在地人。那你们是从哪边来？彰化、高雄。 高雄来乡亲，卡棒内面拢是摊啊，本来打算讲要透暝排队到过长工，也毋过庙方今年因为防疫，还佫有低温的考虑，无希望讲民众提早1天来排列，所以讲出动志工嘛，找警方做来考劝因离开。足寒的吼，啊你莫有这排队人嘿。志工甲警方考劝因讲，遮寒千万唔通佫排列。我们都准备7万个以上，但是我们应该还多一点啦，哈，都一定够，一定有够。 庙方表示讲，明仔载只要早起8点到11点有排伫队伍内摕到号码牌的人，拢一定摕到钱母。除了防疫，嘛希望讲民众莫伫遮寒的天气中，佫透暝伫排练。